你们知道以前在农村没有儿子的家庭有多惨吗？村里议事，爸爸没有发言的份，年夜饭妈妈不能上桌，就连兄弟分家，我们也只能分到年久失修、四处漏雨的土坯房。直到我5岁时，妈妈再度怀孕。妈妈生我时流了很多血，差点没挺过去，其后几年都没有再怀上。村里的接生婆说，多半是伤了身子，以后不会再有孩子。跟大伯分家那年我4岁，当时爸爸很生气，见新房我出了大半的钱和力，凭什么只能分到土坯房？大娘掀开衣服给堂弟喂奶，你们没儿子，要那么大的房子干嘛？你看我家3个都是小资，以后讨媳妇得要地方住啊。奶奶附和道，丫头片子迟早要嫁人的，你往后还要靠侄子养老。爸爸的精气神一下就断了。现在听起来很可笑，是不是？可侄子是自家人，女儿是别家的，这样的想法在当时很是寻常。爸爸从堂屋出来，低着头坐在院子里的大石头上，月光很亮，在他身侧拉出一团浓浓的阴影。我走过去，从背后环住他的脖子，爸爸，我以后会给你和妈妈养老的。他拍拍我的手背，声音哽咽，好，夏夏真乖。我们最后还是搬去了土坯房，家里的老黄牛和犁田工具全给了大伯，我们只分到了一台快散架的脚踩打稻机。搬家那天晚上，妈妈在灶下试了好多次，火就是点不起来。这房子还是太爷爷建的，用的是黄泥砖，屋顶盖的是茅草，长期无人住，屋子里的潮气一时半会根本散不掉。一盒火柴用尽，妈妈突然捂着脸，肩膀不断的耸动。爸爸把挑来的水倒进破口的水缸，沉默着走到他身边。妈妈抱着他的腰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那一夜，我睡在北厢房的床上，寒风从4面8方的缝隙里往我身上戳。我蜷缩在硬邦邦的棉被里，暗暗祈祷，让妈妈生个弟弟吧，这样他跟爸爸应该不会那么难过了。或许是我的祈祷被老天爷听到，妈妈很快怀孕了。村里人人都说，妈妈肚子尖尖的，又爱吃酸，一定是个儿子。爸爸嘴里说着儿子女儿都一样，晚饭时却跟妈妈说，张大头邀我明年一起去广东打工，说那边机会多，干个几年存点钱，咱们家也盖个楼房，不然以后讨不到儿媳妇的。奶奶送来了2只下蛋鸡，叮嘱我，夏夏，鸡蛋是给妈妈肚子里的弟弟吃的，你不能贪嘴，知道吧？村子里的婆娘问我，夏夏，你是想要个弟弟还是想要个妹妹？我毫不犹豫，弟弟。婆娘们哈哈笑，有了弟弟，你爸妈就不会爱你喽。我急了，才不会呢，我永远是爸妈的宝贝。婆娘们笑得更大声，全然不觉得那些话会让一个4、5岁的孩子多么惶恐。那时已经实行计划生育了，但是政策规定的是，如果你是农村户口，头胎是女孩，可以再生一个。日子一到，妈妈发动了，她疼了1天都没生出来，第2天天还没亮，奶奶就去找村里的屠夫砍了一大块肥猪肉，还提了1根猪棒骨。等她提了肉回来，妈妈生了，是个妹妹。奶奶拎着那一袋肉站在院子里，接生婆招呼她进去看看孙女呗，又白又胖，不看了。老大家的几个小子还等着我做早饭呢，她把棒骨留下，肉全提走了。那时日子苦，没有水，家家户户爱吃肥肉，骨头反而卖得便宜。我进屋去看妹妹，她皱巴巴，脸红彤彤，像个小老头，根本不是接生婆说的白白胖胖。妈妈虚弱的躺在床上，盯着茅草屋顶，眼泪从眼角淌下来。爸爸抽着烟，莫哭了，生都生了吗？妈妈生孩子正赶上秋收，
爷爷奶奶在大伯家忙得热火朝天，爸爸和我也忙着收稻子。妈妈在床上躺了3天，就下地给我们做饭了，因此落下毛病，一到下雨天就浑身疼。那年过年，城里的2个姑姑也回来吃年夜饭，大娘陪着姑姑们搓麻将，妹妹饿得嗷嗷哭。妈妈在烟熏火燎的厨房里跟奶奶一起准备年夜饭，忙了一下午，总算做好了。妈妈得空去给妹妹喂奶，等喂完发现桌上根本没有她的位置。爸爸、二堂哥下桌，奶奶制止，搞那么麻烦干嘛？我们就在厨房吃吧，太欺负人了。我拽着爸妈想要回家，妈妈一边抱着啼哭不止的妹妹，一边拍我头，小孩子知道什么？吃饭。那晚从大伯家离开，大娘笑着朝妈妈心窝里扎刀子，弟妹，其实你比我轻松多了，你都不知道养3个儿子有多累。那一晚没有月光，大年30，家家户户亮了灯，暗沉的黄光落满乡间的泥泞路。我轻声问爸妈为什么要忍，爸爸语气烦躁，你个小孩子懂什么？妈妈的脸浸透在阴影里，谁叫我生不出儿子啊？他们不相信我会给他们养老。爸爸不去广东打工了，因为没儿子，所以家里也没必要盖新房，得过且过吧。都说乡下淳朴，可若是这些人扎起刀子来，比谁都狠。不知哪天起，爸爸多了个外号，叫张骡子。骡子是马和驴杂交的品种，是不能繁育后代的。村里修族谱需要出钱，有人笑着提议，张骡子家就不用了吧，人家没儿子，还要他出这钱，太欺负人了。爸爸闷不吭声，妈妈只敢在家里哽咽抱怨，在外却堆起笑脸，不敢反驳。我改变不了他们，只能让自己变强。他们叫爸爸张骡子，我就骂他们全家都是骡子。堂哥欺负我和妹妹，我用牙咬，用脚踢，哪怕自己鼻青脸肿，也要从他们身上撕下一块肉。奶奶把我家刚孵出的鸡仔抓走，说是替我们养着，养着养着就是大伯家的了。我一路追出去，抢了回来。大娘把黄牛拴在我家地边，把一整块刚长出的空心菜吃得干干净净。他还假惺惺说不是故意的。我把他家菜园子门打开，把鸡全放了进去，把他一园子菜都给啄没了，气得他叉着腰骂娘。我跟他对骂，你下次再敢吃我家菜，我拿镰刀把你田里的秧全给你割了。渐渐的，我在村里恶名昭彰。那些大娘婶子们总是规劝我，你没有哥哥弟弟，脾气这么大，以后到了婆家没人给你撑腰的。妈妈看着我也叹气，就她这样还不一定能嫁得出去。可是妈妈，我只是在保护你，保护这个家。一转眼，妹妹该上学前班了。这天发生了2件影响我人生的大事。一是妹妹学前班第1天，老师教数数，不过3遍，妹妹就能把1到100数出来。代课老师就是村里的，跟妈妈夸赞，你家秋秋比夏夏聪明多了。二是同族的8大伯诊断出了胃癌，那时没有医保，对于农村的人来说，得了癌症等于判了死刑。然而没想到8大伯的读了中专，在城里工作的女儿，竟将8大伯送去了医院，割掉了大半个胃。8大伯活了下来，还跟村里人侃侃而谈在城里住院的趣事。那天从8大伯家回来，妈妈拽住要出门打扑克的爸爸，建军，秋秋这么聪明，咱们只要好好培养他，不会比儿子差呀。有了信念，爸爸妈妈重新焕发生机。本来他们对我和妹妹是一样的，从那天开始，妹妹就获得了更多的偏爱。如果只有一个鸡腿，那一定属于她。她不想在家吃早饭，
妈妈会给她5毛钱买玉米糕。我只有生病了，才会有这样的待遇。每到过年，妹妹一定会有一身新衣，而我都是穿2个姑姑扒拉回来的旧衣服。双抢秋收，妹妹不用去地里。妈妈说，你这双手是用来写字的，这些活用不上你。秋秋，你一定要好好学习，给咱们家争口气。妹妹的确很聪明，一直是班级第1，每学期都能拿奖状。那时候的奖状含金量比现在大很多。不得不说，学习这个事很大一部分靠天分。我比妹妹要努力数倍。我每天11点睡，5点就起。骑车去学校的路上，我会背10个英语单词。到了周末，我去山上砍竹子、采蘑菇、摘茶叶、捡茶籽，卖的钱攒起来，用来买课外习题册。那时学校是连排的旱厕，有次蹲厕所，我带着数学试卷，等解开那道题，发现腿已经蹲麻了，差点一脚踩进堆积的粪山上。我一直秉承笨鸟先飞，可效果并不明显。虽然不愿承认，可我就是人群里普普通通的那一个，是电视剧里的背景板，是小说里的路人甲，是同学聚会里的那个谁来着。妈妈一直在我耳边念叨，夏夏，你是姐姐，你一定要护着妹妹，支持妹妹，不用你反复叮嘱。妈妈，从妹妹出生那一刻，我就在保护她呀。很快几年过去，我参加了中考，成绩还没出来，村里的香香就邀我去广东打工。她满脸憧憬，在厂里1个月能挣800呢，我可以买漂亮的裙子。我还想烫头发，盛夏酷热，大娘坐在大枫树下摇着蒲扇对妈说，夏夏能去赚钱给秋秋出学费了，你们夫妻俩就要轻松多了。妈妈露了笑脸，是啊，现在就看秋秋的了。我一拖再拖，总算到了出成绩那天。火辣辣的夏天，我的手脚却凉得像冰。纵使我已经倾尽全力，我离1中的分数线还是差了9分，只差9分。如果我再努力一点，如果我再多做几套题，如果我每堂考试都认真检查，我的人生是不是就会不一样？2中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家里。那天晚上，昏黄的灯光下，妈妈看着通知书叹气，夏夏，这2中每年没几个考得上大学的呀。秋秋今年5年级，我跟你爸爸想明年送他去县城读初中，可那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你们2个要是一起读，我跟你爸爸，白炽灯接触不良，刺啦刺啦的声音如锯齿一样在我心底反复切割。爸妈无声的看我，等着我自己说出那算了，我不读了这句话。妹妹天真无邪，姐姐想读高中就去读呗。我在乡里念初中也是一样的。爸爸斥责她，你知道什么？乡里能跟城里一样吗？漫长的沉默后，我捏紧拳头开口，那我不读高中了。班主任说我这个成绩如果去念中专的话，能免学费。我近乎哀求，爸妈，等中专毕业，我肯定把这3年花的钱赚给你们。如今再回顾这一段，我能理解爸妈的抉择。家里资源只有这么多，要供给更能出头的那个。我这样普通的女孩，注定是要被放弃的。可若是有机会穿越回去，我一定撒泼打滚，跪地哀求，竭尽所能也要去念高中。奶奶和大娘都斥责我，你怎么就不能体谅下你爸妈？村里其他姑娘都去打工了，你成绩不行还要接着念书，有个屁用！村里的婆娘们也劝爸妈，现在中专又不包分配了，读了也没什么大用，要是个儿子也就罢了，一个女儿，你花这么多钱干嘛哟？让他早点去打工，给你们盖个房子。你们现在这土砖屋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塌了。开学前，妈妈给我生活费时一再叮嘱，我们供你不容易，
你可要省着点花，中专在市里，跟乡下的消费全然不同。一个月200块，堪堪够吃饭。那时网络已经兴起，我申请了 QQ， 跟香香在 QQ 上聊天。她说，流水线上的活不是人干的，一天工作12个小时，一个月就放4天假，要是没完成任务，还得扣钱，每天对着那些零件，我都快疯了。夏，还是读书好。我们对面有家外企，那些白领穿着高跟鞋，涂着口红，坐在办公室，别提多轻松。那会韩剧正流行，我选的专业是商务韩语。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，我一定要进外企，要去格子间上班。虽然不像初中那么拼命，但我也没有懈怠，有好好努力。室友们去网吧都是打游戏追剧，我一般都是去查资料，又或者是跟着韩剧练口语。我每天6点准时起床，跑步吃早饭自习，然后去上课。没课时，我除了做兼职，其他时间基本都在图书馆。我看了很多书，那时小，没办法很好的辨别和选择，就囫囵吞枣，一股脑的全塞下去。我们学校风气不好，没几个人学习，男男女女都染着流行的杀马特发型，女孩画着看不见眼珠子的烟熏妆，男孩打着耳钉抽着烟。有些胆大的在食堂抱着又亲又啃又摸，只要不闹出人命，老师根本不管。为了节约路费，我平时不回家。每次给妈妈打电话，她总是反复叮嘱，在学校千万别惹事，钱要省着点花。我跟你爸爸赚钱不容易，我极少买新衣服，永远只有2件内衣换着穿，化妆品这些更是不碰。跟室友出门，花2块钱点最便宜的柠檬水，我都会有负罪感。是的，妈妈的叮嘱让我花每一分钱都有负罪感。很多年以后，我自己能赚钱了，但逛街时，我第一件事就是看价格。哪怕我完全能买得起那件衣服，可依然没有足够的底气。贫穷被牢牢刻在我的骨子里，我花了很长很长时间，一点点消磨它的烙印，但或许终身我都会受其影响。高年级有个很帅的男生赵亮喜欢我，追了我2个多月，天天买吃的在楼下等我。室友们都劝我从了他，他那么帅，听说家里还挺有钱的，对你也不错，试试看嘛。我拒绝了。抽烟喝酒打架，在15、16岁姑娘的眼里是有个性帅气，可我不喜欢。大概1个月后吧，赵亮谈了新女友，居然是隔壁大学的学姐。他带着学姐招摇过市，好多男生夸他有本事，他还特意来我面前炫耀。晚上卧谈会，室友们愤愤不平，这才多久就改投他人怀抱。我看那女的也不怎么样，比我们大了3、4岁，而且还不如夏你漂亮。一顿讨伐后，宿舍长轻轻说，可他是师大的，正经的大学生呢。一时间宿舍寂静无声。那时我们已经明白，早就有一条看不见的鸿沟，将我们与他们划开。因为学历崇拜，所以那些男生才个个羡慕赵亮，因为他越过这道沟，牵住了对面人的手。那个学姐好像不用上课，一天天跟着赵亮在我们学校晃。妹妹通过了县初中的考试，爸妈在县城租了个小房子陪读。这件事在村里掀起了轩然大波。奶奶跺着拐杖咒骂，一对女娃，你们费那么多功夫，就是给别人家花钱，有那钱你帮衬一下自家侄子，别到时候死了都没人摔盆。村民们也是明里暗里的嘲笑，说爸妈还不如招个上门女婿。妈妈绷着一口气，让妹妹一定要争气，又跟我说，你也要好好读书，等你实习了，爸妈的负担就轻点，那会小县城的机会并不多。爸妈推着车子卖炒粉，
有时要被城管驱赶，赚的钱也就堪够一家人花销。中专是3年制，头2年在学校，至2暑假开始实习，学校统一安排去流水线。我拒绝了，跟几个平时一起坚持学习的同学，决定自己去找工作。这2年来，我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也参加过几个竞赛，拿过奖。我有筹码，我给自己买了一套职业装，又让室友给我化了妆。那天天气很好，出门时万丈霞光，是个好兆头。我带着简历，满怀信心与希望去参加一家外企的面试，居然碰到了师大的那个学姐，她也在面试者之列。我有一瞬的心慌，很快又镇定下来。她天天逃课，不是网吧就是酒吧，而我一直在认认真真学习的。等待时，我一遍遍地在心里复习韩语的自我介绍，力求无懈可击。终于，面试官出现了，他将收上去的简历迅速扫一眼，然后分成左右2边，李林、张开、李碧、郑夏夏，叫到了我的名字。我迅速站起，做好了战斗的准备。然而，人事经理的下一句话如一瓢冰水兜头泼下：你们跟着刘工去工厂那边，剩下的可以留下复试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往前一步，激动发问：经理，为什么呀？你看看我的简历，我成绩很好的，我还拿过很多奖，我的口语也不错。他瞥了一眼简历，淡淡道：但你是中专学历，我们办公室最低本科，如果你特别优秀，专科我也能为你争取。中专，他顿了顿，实在太低了，我从希望的高台坠落，摔得遍体鳞伤，耳朵嗡嗡轰鸣，模糊间听到他说：你跟着刘工去，到时候表现好，提你做组长。学姐进了复试。他跟着人事经理离开时，意味深长看了我一眼。那天回来下了暴雨，我淋成了落汤鸡，在大雨里嚎啕大哭。为什么我这么努力，还是拿不到那块敲门砖？我不甘心，又去试过很多公司，无一例外都被拒绝。有家公司说得很直接，鸡头和凤尾放在一起，我们照样会挑凤尾。爸妈得知后劝我，大家不都这样，慢慢来，有工作能赚钱就行。大娘还嘲讽，早就说过了，如今的中专生没什么用了，你这书是白读了。如果我的命运注定是流水线，那我这2年的努力真的是白费了吗？室友看我情绪不对，拉着我去看电影。电影票是薅羊毛，5块钱买的。在影院门口，我遇到了学姐，她打扮跟从前全然不同，身上散发出一种职业女性的气息。她朝我笑：我跟赵亮分手了，我跟他终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你要是想追上我。她晃了晃手里的咖啡，那就先考个大学吧，中专生考大学，我还可以考大学吗？我很迷茫，正好家里双抢，我于是回了老家，遇到了香香，她怀孕了，3天后办婚礼。可明明还有2个月，她才满18。婚礼那天我去了，她挺着大肚子，一头黑发乱糟糟地盘在头顶，红色的纱裙高高隆起，劣质的口红被茶水晕开，嘴角漫出一片红。我问她，你老公对你好吗？她拖着沉甸甸的肚子笑了笑，他跟我一个厂子，稀里糊涂就睡在一起了，现在孩子都有了，有什么好不好的？你那时不是说要染头发吗？他不让，说蓬头散发像坐台小姐。吃完酒席出来，下雨了，夏日的暴雨狠狠拍打在我脸上，我顶着风雨越走越快，我好害怕。香香的现在会是我的未来吗？如果我屈服于命运，变成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，是不是不久后也会挺着肚子回来，
就此嫁人，然后糊里糊涂过一辈子。我踩着一脚泥泞到了家，推开吱嘎作响的院门，吼道：爸妈，我想考大学。堂屋里坐着很多人，爸妈应该是刚从田里回来，腿上还有泥浆。爷爷奶奶、大伯和大娘还有一对陌生的母子也在。那对母子是大娘娘家的远亲，儿子有24了，看着傻愣愣的。在乡下，这个年纪是大龄男青年了。大娘想撮合我们的婚事，奶奶听到了我说要考大学的话，把我臭骂一顿，说我脑子烧坏了。大娘打圆场：夏夏，你刚是不是喝酒了？说什么胡话呢？我这外甥家条件好得很，刚起的楼房，你是我亲侄女，有好事才想着你的。对对对，彩礼我们能出3万。一身绛色红衣的大姨笑：嫁妆你都不用准备。奶奶乐呵呵：一看你就是个好人，以后一定会善待我孙女。我这孙女可能干着呢。大姨上下打量我，就是瘦了点，到时候生孩子怕是要受罪。我家大强也不小了，我的意思是这月18咱就先订婚，俩孩子一起去广东上班，培养感情，年底就把婚结了。那时乡下相亲基本流程就是如此，订婚，一起去打工，打工期间怀孕，过年回来结婚。妈妈讷讷道：夏夏还小呢。奶奶斥责：马上18了，小什么小？爸爸抽着手卷烟丝，在奶奶凶狠的眼神里保持沉默。他们软弱，一贯如此。我想要的，只能我自己争取。我刷的掀翻桌子，对着大娘凶道：他家条件这么好，要嫁你嫁，你要逼我，我就吊死在你家大门口，看以后谁还敢做你儿媳妇。这门婚事不了了之。大娘在全村宣传我的恶劣行径，婆娘们都说我疯了。人家正经高中生，天天读书都考不上大学，他一个中专生做什么美梦呢？还以为考大学是种白菜，撒上籽就能出苗呢。奶奶把妈妈骂得狗血淋头，最后说嫁不嫁的由不得他，那可是3万块，拿了这笔钱正好给你大哥把房子装修一下，大宝也22了，早该说媳妇了。那天夜里，妈妈问我一个中专生怎么考大学，我眼底燃起希望的光，迫不及待说出自己的计划。复读学校可以接收我，隔壁县就有个挺有名的学校。漫长的沉默后，妈妈问：那得多少学费？1学期3000，复读学校是盈利制的。我这样的底子，其实交足全部的费用，他们都不太享受。妈妈又叹气：这么多钱，那时候的3000是什么概念呢？妈妈在街上卖铁板炒粉，一份就卖1块钱，除掉各种成本，一份大概赚3毛。妈妈掏出一个铁皮盒子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一张一张的数皱巴巴的票子。这钱本来是想给你妹妹报奥数班的，现在全给你也不够啊。她的手常年劳作，又黑又皱，眼角全是密密的皱纹，就这么静静看着我。2年多前，她也用这样的眼神让我退却，去念了中专。我紧紧捏着拳，抵制着内心的愧疚感，跪在爸妈面前：算我借的，以后我双倍，不，5倍10倍奉还，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，不要折断我梦想的翅膀，求求你们，也看一看平凡却努力的我。妹妹哭了：妈，让姐姐读书吧，我可以不上补习班，我一定会拿年级第1的。一直沉默的爸爸把手上的烟掐灭：就1年，要是不行，你就乖乖打工嫁人。夜里，妹妹跟我挤在一张小床上，她轻声说：姐姐，我现在发现拿第1名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，因为我们生儿是点，随后成圆，圆越大，
就会发现外面的未知越多，就会知道自己真的很渺小。有些人从此龟缩，做一个有限的球，可我不，哪怕我注定普通，我也要膨胀再膨胀。就算最后我仍是宇宙里的一粒尘埃，我也竭尽所能过，我不后悔。整整1周，我都被嘲笑和谩骂声包围。谩骂来自奶奶，说我蠢人多作怪，说我白日做梦，说我就没大学生的命。嘲笑来自村里的很多张嘴，他们已经定性了我的失败，劝我爸妈别白费钱，不如留着钱养老。7月中旬，我告别妹妹和爸妈去隔壁县读书。妹妹在村口送我上车。姐，你要加油，秋秋，如果不想一辈子烂在这里，你也别松懈。你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有个聪明的脑袋。那1年，妹妹念初2，我相当于去念高3。复读班并不好上，大家都念过高中，有基础，老师课上都在讲习题。我们这样的差生能不能跟上，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。我是一张白纸，一开始就像是听天书。爸妈只给了我学费，我每天给食堂阿姨刷几箩筐的碗，这样就可以免费混上3顿饭。一般是剩下什么我吃什么。后来阿姨看我干活卖力，会特意给我留鸡腿或是红烧肉。你还在长身体，天天吃剩饭剩菜可不行。我一顿能吃5两饭，那时根本不怕胖，只觉得怎么吃都不够。晚上10点半，宿舍熄灯，我拿着书在走廊学。走廊是感应灯，没一会就灭了，必须来来回回走动。夏天蚊子多得要命，花露水根本不管用。我不敢大声拍，怕惊扰其他学生，只能拼命的蹬腿。一晚上下来，腿上全是包。学校的气氛非常压抑，大家都埋头读书，鲜少有交流。我有太多的不懂，可大家时间紧迫，都不愿意浪费时间帮一个零基础的人。后来是班长江心看不下去，我教你，我总拿题目去找他，他语气也一直不太好。无所谓，我已经是经过社会毒打的人，还怕这点脸色？不过相处久了，我发现他其实人很好。他把他高1高2的笔记和习题册都借给了我。那会用眼过度，我视力下降得很厉害，原本能清晰看明白的字变得模糊不清。眼镜的100多块钱一副，我没钱，只能咬牙忍着。我从班上的倒数第1，艰难地往上爬。无论我怎么祈求，时间也不曾为我慢1分钟。1学期很快过去，年前的最后一次月考，我考了班上倒数18。我看着成绩单笑，笑着笑着就哭了。300多分，对于一般的高中生来说，或许是闭着眼睛就能拿到的分数吧。可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有多难。那年30晚上，爸爸推开我房门问我：“你不出去看春晚吗？”我叼着笔没有抬头，等会吧。我做完这套题，爸爸站在门口沉默了好一会，转身带上门出去。外面的电视声音也变小了很多。等我做完出去，大肚子的电视里正在唱《难忘今宵》。大年初2，奶奶和大娘就是重提，要给我说亲。这次虽然是2婚，但人家能出8万彩礼，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。爸爸难得硬气了一回，嫁人的事等他考完再说吧。大娘翻白眼，女孩子青春就那么几年，要过了20就没这么好的行情了。你们2夫妻不听劝，以后有你们后悔的。过完年已是2月，时间极度紧迫。我发现自己到了一个瓶颈，时间怎么也不够，无比焦虑。食堂的阿姨不让我洗碗了，我有点慌，因为妈妈只给了我100块生活费，根本撑不了1个月。阿姨在围裙上擦擦手，朝我笑：“
你以后3顿都来吃，不收你钱。你专心学，我看好你。谢谢阿姨。阿姨一愣，嘟哝着，还以为你会拒绝一下，我准备了好多话呢。我扑哧一笑，笑着笑着眼眶就红了，朝她深深鞠躬，谢谢。阿姨也红了眼，摆摆手背过身去，快学习去吧。我女儿当初要有你这么努力，砸锅卖铁我也供啊。江心也看出我的焦虑。晚自习之前，他拿了一张草稿纸，画了一棵大大的树。你把一个朝代的历史想象成一棵树，年份就是主干，那些发生的各种事情就是这树的枝桠，一点点把这棵树填满。记忆也是有技巧的，找到合适你自己的记忆方法。我的瓶颈被他敲开了，我摒弃了所有的杂念，没日没夜的学。6月到了，宿舍楼下的小枝子开了，暗香浮动，高考的大车滚滚而来。6号那天吃过晚饭，江心拉着我去逛操场。夜色一点点侵入，光线昏沉，他一半的脸都浸在阴影里。夏夏，如果今年考不上，你还会再来一次吗？我应该不会再有机会了。我紧了紧手，你别担心，你这次一定能考上。可我想去的是复旦啊。他突然拽住我的手，走，咱们抓紧这最后的时间，再刷一套题，明天就要考试。很多人都选择放松。教室里没几个人，江心抽出一套数学黄冈密卷，撕成2半。咱们就做这个，我觉得这道题肯定会考。考试的每一秒都如此漫长而煎熬。结束后，我感觉自己像是被掏空了，走路都轻飘飘的。收拾好行李，我跟江心告别后回家。谢谢你那天拉着我做卷子，他笑得很灿烂。我就说那道题一定会考，爸爸为了供我们姐妹俩读书，现在在工地上班，妈妈则推着板车卖炒粉。我放好行李去找他，他正好被城管驱赶。板车老旧沉重，他踩着踏板上坡时，身体站起，连头发丝似乎都在用力。我眼眶涩得厉害，快步跑上去顶住后面用力。妈妈回头看到我，笑出一脸褶子。考完了，她没有问我考得怎么样，只在晚上给爸爸贴膏药时说，你要考大学，我跟你爸也攻了，以后可不能怪我跟你爸偏心。等双抢完，你就去打工吧。原来他们从不认为我考得上。出成绩那天正好是奶奶生日，妈妈凌晨5点就起床，去菜场买了好些菜，坐最早的班车回家。她在厨房里忙得热火朝天，大娘在院门口边洗菜边唠嗑，一把芹菜洗了半小时。菜陆续上桌，妈妈还在厨房忙碌。因为是大寿，来了不少亲朋，一共开了3个圆桌，大家都落座了，又没有妈妈的位置。姑奶奶唤还在厨房忙碌的妈妈，桂花，别忙活了，来坐吧。奶奶敲着碗，别管她，她就那别扭性子，不爱上桌。妹妹看着墙上的挂钟，低声问，姐，12点了，是不是可以查成绩了？没想到大娘听到了，她嗤笑道，有什么好查的，人家辛辛苦苦3年还不定能考上，她本来就不聪明，就读了1年，能考上就怪了。你能考个300分不？亲戚们你一言我一语，说的都是丧气话。舅爷爷更是斥责我爸，女娃就该早点嫁人，你由着她胡闹，浪费了多少钱。大娘笑得一身肥肉直抖，她没儿子，这也是没法子的事。奶奶板着脸，你之前答应过，夏夏要是没考上，你那块宅基地就给大宝，可不许反悔。爸爸肩膀绷得紧紧的，把老旧的诺基亚递给我，查查看吧。大娘嗑着瓜子，不怀好意，夏夏，大家都很关心你，你开着免提查呗。我知道，我的成绩不只关于我自己的未来，
还有爸爸的面子、妈妈的腰杆和我们家一直没用上的宅基地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拨通了查询电话，输入了那深刻在脑子里的考号。煎熬的等待后，机械的播报声响起：语文121，数学92，英语105，文综240，总分548。那一年文科2本线是523，一本线是578。我的手一直在抖，耳朵嗡嗡作响，怀疑自己听错了，又按了一遍重复播报。吵吵闹闹的堂屋里，此时寂静无声，只有机械的播报声在回荡冲击。妹妹最先反应过来，她一把抱住我：姐，你考上了，你考上2本了，你超了分数线25分，你太厉害了。爸爸眼睛也红了，端起面前的酒一饮而尽，喃喃自语：考上了，还真的考上了。妈妈不知何时已经靠在堂屋大门上，她背过身去，用手抹着眼眶，抹着就靠着墙慢慢蹲了下来。爸爸站起来走过去，他抱着爸爸的腿开始呜咽。爸爸拍拍他的肩膀：哭什么嘛，这是好事，夏考上了，咱们以后也有盼头了。妹妹伸手擦我的脸，笑嘻嘻：姐，你也莫哭了。我哭了吗？我伸手一抹，脸上居然全是泪水。548分，可能对于聪明的你们来说真的不算什么，可我是平凡的郑夏呀。从小到大，我倾尽全力也没拿过第一，我得到的奖状屈指可数，我永远也解不开数学试卷的最后一道题。我从来不是爸妈最重视的孩子，家族里没有人夸赞过我。1年前，我被外企拒之门外，而此刻我考上了，虽然只是2本，可它足以将我从淤泥一般的人生里拽出来。大娘筷子都快折断了，皮笑肉不笑的道：是考上2本，又不是重点本科，至于高兴成这样吗？我狠狠抹掉脸上的泪水，当然高兴，这不比300分强多了。大哥二哥高中都没考上，弟弟马上也要中考了吧？堂弟一直拿着游戏机玩游戏，此时满脸不耐烦：别扯我可不是读书的料。大娘牙齿都咬碎了，一把抢过他的游戏机：你就不能上点心？堂弟对他：你也没对我上心啊。小叔小婶为了夏姐和秋妹能去县城陪读，你倒也把我送去啊。大娘气死：就你300分的成绩，300分怎么了？夏姐之前还考不了300分呢。堂弟踢掉椅子：烦死了。奶奶颤巍巍站起来：三宝，你去哪儿？饭都没吃呢。不吃了，气都气饱了。堂弟一转身就没了影。奶奶斥责大娘：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，孩子饭都没吃就走了，难怪一直长不高。妈妈已经整理好了情绪，我把她牵过来，按在堂弟的位置。妈，坐下来吃饭吧。她擦了擦眼睛：还有个空心菜没炒呢。我睨了大娘一眼：让大娘去呗，你忙了这么久。大娘脸色一变，开口就要拒绝。奶奶看向她：愣着干嘛？去呀，客人们还等着呢。妈妈她是坐下了，露出欣慰的笑容。我是老郑家第一个正经大学生，在座的这么多亲戚，晚辈中最多也就是读大专。短短10几分钟，众人的口吻纷纷变了，恭喜和艳羡不绝于耳。以往这样的聚会，生了3个儿子的大伯一家是众人关注的焦点，如今注意力全在我家。建军，还是你有魄力，夏考上大学，秋秋也是板上钉钉的事，2个女儿都是大学生，往后的日子不知多舒服哦。姑奶奶笑：以后你逢年过节，这好酒喝不完喽。我们那边习俗，逢年过节女婿是要给丈人送酒的。有表叔感慨：你没儿子，也不用赚聘礼，
到时候收的彩礼钱不用贴补儿子，都可以自己留着。这么一想，我都恨不得自己多生几个女儿。是啊，大学生女儿，这彩礼怎么着也得要8万10万的。我的笑容渐渐收了。你听，多可怕！考上大学的女孩对这些人来说，价值就是可以收取更高的彩礼。有个唐伯叹气，你们是不知道，现在结婚跟以前不一样喽。村里建的楼房看不上，得去城里买房。城里买房哪那么容易哦，要还30年贷款，我骨头都化成灰了，房贷都没还完。提到这个，大家纷纷吐苦水。时代的确不一样了。如果在外面打工，能自己谈到对象还好；要是谈不到，靠相亲的话，各项开支巨大不说，很多女孩还要求城里买房，不跟父母一起住。这对于赚钱门路不多的农村人来说，是千难万难。说到这，姑奶奶问大娘：“不是说大宝谈了个女朋友吗？他也25了，你们的快着点呢。”大娘脸色那个难看：“分了，好端端的，怎么分了？长得太丑。”姑姑蹙着眉：“大嫂，那姑娘我见过，模样挺周正的。”奶奶敲了敲碗：“是你大嫂还没过门，就拿起婆婆的架子，让人洗碗做饭，活活把人姑娘气走了。现在大宝都2个月没打过电话回家了。”一时间众人声讨不绝。大娘辩解几句，反而被指责得更凶。直到表婶说起自己儿子的学习，众人的话题才转回爸妈身上。爸爸喝了不少酒，红光满面，眼眶里的潮湿不知是酒精的作用，还是心情激动。散了席，妈妈又想去厨房洗碗，我一把拽住她：“妈，菜是你买的，你烧的，碗就让大娘洗吧。”我跟妹妹拖着她往回走，大娘在背后喊：“弟妹，弟妹，碗。”妈妈深吸一口气，回头笑了笑：“我有点喝醉了，碗你自己洗洗吧。”出了大娘的院子，妈妈脚步加快，走了几步，她突然哈哈笑，笑着笑着，她又哭了。她回头抱着我：“夏夏，夏夏，你真是给妈妈争气。”妈妈总算挺直了一回腰杆，等秋秋考上重本，妈妈就能完全挺直腰杆了。我很想告诉她：“妈妈，哪怕没有儿子，你也照样可以昂首挺胸。日子是自己过的，不必在意那些闲言碎语。”可我知道她做不到，她摆脱不了从小刻在骨子里的观念，唯有我和妹妹一直向上向上。我们的优秀便会是他的荣耀和底气。乡下消息传得很快，当天晚上，村子里的人就都知道我考上了，大家都很吃惊。毕竟我一直没有展露过什么学习的天赋。爸爸双手插兜，从村头逛到村尾，回来时从口袋里掏出10几根烟，都是别人给的。妈妈去池塘里洗衣服，也成了婆娘们的焦点。好几天她的脸都红扑扑的。去填志愿，总算见到了江心。你考得怎么样？按比例的话，比去年复旦录取线高了8分，应该是妥了。就是去不了我想去的专业，那也要去。他眼底光芒灼灼，到了那再想办法吧。班主任单独找到我：“郑夏夏，如果再读1年，我觉得你应该能考上重本，再来1年，爸妈不会同意的。”我摇摇头：“就这样吧，我不读了。”江心搂住我的肩：“别沮丧，你可以读研，以你的毅力，复旦都能上。我在复旦等你。”我填了省会的1所2本，申请了助学贷款。爸妈以我为荣，我以为自己的人生翻开了新篇章。可其实很多事情都没有改变。暑假我帮妈妈一起炒粉，又找各种兼职。有次给一家新开业的店铺做玩偶，38度的天气，我穿着厚厚的玩偶服，一天下来，整个人都虚脱了。
回到家，发现水桶里泡着个西瓜，我拿了刀，迫不及待要打开。妈妈回来了，她拍我的手，等你妹妹放学一起吃吧，她一会从学校走回来，一定很热，我现在就想吃，就1个小时都等不了。妈妈皱着眉，你咋这么性急呢？她叨叨个不停。最后在我的坚持下，她还是开了那个西瓜。等爸爸下工回来，他在饭桌上就这事又声讨了我一番。可是妈妈，如果是妹妹想吃，你会让她等一等还未回家的我吗？很快就要开学了，妈妈给我数了500块钱，2张100， 3张50，剩下的就是一叠20块的毛票。她数了3遍，现在城管查得越来越严了，我生意不好做，你爸爸的包工头总是不结工资，钱你一定要省着点花，在外面老老实实的，不要惹事，把钱交到我手里时，他又抽回去100。你暑假自己也做了不少兼职，身上应该还有钱吧？夜里，妹妹偷偷塞给我200块。你哪来的钱？小姑每年过年都会偷偷给我100块，我存的。看，聪明的孩子总是更招人喜欢，也会享有特权。我说服自己不要在意，大学我可以兼职，养活自己肯定没问题，但也不是那么容易。省城大学很多，9852所，2111所。相比之下，我们一个小小2本简直不值一提。去应聘家教，人家一听你学校名头，直接就拒绝，只能周末去发传单，或者去一些新开的店铺充人头。这种兼职不是常有，竞争激烈不说，中介还抽成不少。后来阴差阳错，我找到了一家商务茶楼晚班的工作，从5点上到11点半，宿舍11点门禁。我每个月都给宿管阿姨买点水果，有时还把茶楼里剩下的干净点心打包带给她，她便为我留门。晚饭可以吃工作餐，又能省下一笔钱。一开始是做普通的服务员，1个月1200，很辛苦。后来我发现店里的茶艺师工资高，也轻松不少。于是我有时间就去农大蹭课，他们开设了茶学的课程。那时我真的像只陀螺，白天在我自己大学和农大之间穿梭，晚上在茶楼上班。每天12点多上床，一闭眼就能睡着。睁开眼，我又是能量满满的斗士。比起高考，茶艺师考试还是简单的多。我先考了中级，工资加了600，然后考了高级，工资又加了600。到了大一期末，我的基本工资已经有2400。有些客人会推荐我买的茶，如此又能赚一笔，算下来，我每个月能有3000左右。而那时，我们专业毕业的学长学姐，普遍工资在2000出头。那年，妹妹中考，考到了全县前30。省城的一所重点高中联系了爸妈，向妹妹抛出了橄榄枝。县一中为了留住人才，说可以免除学费和住宿费。奶奶和大娘极力反对去省城。那还想什么？肯定是留在一中啊！去省城读，学费生活费，那得多大一笔开销？万一考不上，这钱不都白砸了吗？妹妹很想去。这几年县里人才流失严重，很多老师都被市里省里的好学校挖走了。县一中的录取率在逐年下滑，爸妈很犹豫，说到底还是钱。我抽空回了一趟家，拿了5000块钱出来，当然是来省城。起点越高，秋秋能跃上的台阶就越高，以后的人生都会不一样。我走了那么多弯路，就盼着妹妹能一帆风顺，避过任何错误的选择。妈妈含了点炫耀的意思，说我能出妹妹的学费。奶奶和大娘都惊住了，毕竟我还在念书，光靠点兼职
能赚几个钱。隔天村里就有了流言，说我天天晚上在外面鬼混，赚的钱不干净。当晚吃过晚饭，妈妈期期艾艾，夏夏，你该不会真的在省城胡来吧？这么多钱，你一个学生怎么赚得到呀？我气得脑子都快炸了。村里那些人胡说八道就算了，她可是我妈妈，怎么也能这么怀疑我？我凶了她一回。爸爸训我，你妈也是担心你，读这么多书，就是教会你冲爸妈发脾气的吗？转天我站在大娘院子外阴阳怪气，我是上晚班，不是鬼混。有些人一辈子连县城都没出过，都不知道晚班是什么意思吧？有那时间到处碎嘴，不如好好赚钱给你儿子讨老婆。大娘差点被气死。我劝爸妈去省城谋生，城市越大，机会越多。我们经理的朋友承包了一个大学食堂，正在招工，可奶奶坚决反对，破口大骂，说爸爸是不孝子、白眼狼，说他蠢货，为了2个反正要嫁出去的女儿，忙碌一辈子，到时候还是一场空，说他不顾宗族，几个侄儿到现在都没结婚，他也不出把力。爸爸退缩了，他咂摸着古酒，算了，去了省城，家里的地就不能种了。你反正现在也大了，也有本事，以后秋秋读书的事，你能搭把手。我跟你妈累了一辈子，也可以歇歇了。爸爸，我知道你跟妈妈很辛苦，可你今年不过40多岁，而我还是在念书的学生呀。但我没法要求他们努力奋斗，只能鞭策自己。也是那时我明白，一个女孩想要往上爬有多难，因为会有无数双手拽着你往下。那些本该支持你、鼓励你的亲人，有时却也会是最沉重的负累。好在高中可以寄宿，周末放假的时候，我会乘车到河西跟妹妹碰面。大2专业课更多，我要备战专4考试，还要上班，比之前更忙。大城市藏龙卧虎，妹妹期中考试堪堪挤进年级前100。那天她情绪格外低落，姐，我真的比以前更努力。我摸摸她的头，你现在也能体会我的感觉了，这就是普通人的人生啊。我常常输气，没有东西唾手可得，我们必须足够努力，永不懈怠，不然就会泯然于众人。夕阳的余晖落在他年轻稚嫩的脸上，我迎着落日的方向，秋秋，可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意义啊，享受这份不断向上，努力突破自己极限的感觉。秋秋，我信你能做到，每一次突破，我们都会听见咔嚓咔嚓的声音，那是我们的破裂，更是我们的新生。我们努力，是为了某天回头看时，能毫无愧疚地说，我竭尽全力了，我不后悔。那年冬天发生了几件事，香香离婚了，孩子留给了男方，他明明才20岁，户口本上还显示未婚，可他却已经经历过一次无望的婚姻，整个人都枯萎。妹妹期末考试进了年级前50，大堂哥还是走上了相亲的路子，没房没车没稳定工作，被百般嫌弃，最后定了个比他大2岁的，对方要6万8的彩礼，还要3金。大娘这次屁也不敢放，生怕再挑3拣4，儿子打光棍。双方定了正月初6订婚，处上1年，年底结婚。我讨厌大娘，也不喜欢大堂哥，可他要结婚就结婚，我也不能拦着，反正也影响不到我。但我还是太天真了。大年30，我们一起聚在大伯家吃年夜饭，2个姑姑也被叫了回来。这次大娘倒是很积极，所有的菜都是她准备的，我还以为她改了姓，谁想到是有求于人。饭吃到一半，奶奶开了口，大宝要订婚，你们这些叔叔姑姑的也要出一份力，
郑家的香火总不能断在我们这些人手里，不然以后怎么有脸下去见祖宗啊？大妮小妮，你们一人拿5000，建军，你是叔叔，以后又要靠侄儿端盆，你拿2万。我简直开了眼，立即反对，大堂哥结婚，凭什么我爸拿钱？他自己又不是没爸妈。奶奶一拍桌子，闭嘴！你书读到屁眼里去了，我在跟你爸妈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你迟早要嫁人的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。2个小姑在城里，家境尚可，奶奶一再相逼，他们虽然不情愿，可也许诺拿这笔钱。于是压力就到了爸爸这边。大娘滴溜溜看着爸爸，大宝也是你半个儿子，你这个做叔叔的不能这么绝情吧？以后你老了也是在乡下住，到时候有个病痛受了气，不得几个侄子帮衬着点吗？你可得想清楚，女儿终究是要嫁出去的。爸爸没有马上答应，可也没有一口回绝。年夜饭散后，我们回到自己的土砖房。我劝爸爸不要信大娘的屁话，亲儿子都不见得赡养父母，更别提侄儿了。爸爸皱着眉，你要是个儿子，我管他作甚？我们要是不帮忙，以后郑家香火真的断了咋办？你爷爷快死的时候，还拉着我的手说了这事。妈妈喃喃，那我们也出5000吧。爸爸抬眼看了下我，出1万吧。夏夏，你不是一直在工作，你拿5000？那一刻，怒火几乎将我烧穿。我去哪里拿5000？我没钱。爸爸拍桌子，你不是工资挺高的吗？让你拿点支援家里就不同意了。我自己要生活，我还要负责秋秋的学费和生活费。我极力克制自己不哭出来。爸，我也是个学生，我才20岁，我也想跟我那些同学一样，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去逛街，去看电影，去旅游，去恋爱，去享受青春。可我要赚钱，我的钱是用青春与快乐换的。我能给妹妹，能给爸妈，但1分也不会给堂哥。郑家绝不绝后，我根本不在乎。我跟爸爸大吵一架，妈妈劝不住直抹眼泪。我摔了门进房间，妈妈跟进来，白炽灯照在她发白的头发上，她长长叹息，都是我的错，要是我生个儿子，你爸也不至于。好累，又是这句话。我打断他，妈妈，儿子和女儿是一样的，体内一半流的都是你的血，女儿也可以有出息，也可以给你们养老。你们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明白？这天夜里，妹妹挤进被窝，小声问我，姐，我是不是拖累你了？没有，只是我在想，到底什么时候爸妈的观念才能变一变？等我也大学毕业赚钱了，应该就会变的，会吗？妹妹重重点头，一定会的。爸爸最后还是拿了1万块出来，其中有一部分是找人借的。我真是又气又悲哀。大娘不太高兴，阴阳怪气的，就1万块钱，这不够啊？她腻我，夏夏不是能赚吗？你哥结婚，你不出点力，我脸色为难。我学费都是贷款的呢，还想大哥订婚收了钱，能不能借我点钱交学费？大娘顿时脸色一变，那可没有，你二哥和弟弟眼看着也不小了，不知他又到处嘀咕什么。村里的爷奶辈的都端着架子训我，夏夏，读了大学也不能眼高于顶，你没有亲兄弟，你堂哥堂弟就是亲兄弟，还是要帮衬着点，不能忘了根。帮衬绝不可能，我恨不得把这根挖出来铲断。堂嫂很泼辣，订婚这天，大娘说到时候2人一起去打工，就可以尽快要个孩子了。堂嫂直接对我得领了结婚证才要孩子，不然到时候挺着肚子进门，处处被拿捏的。大娘的脸都快绿了，也不敢反驳。这件事让我明白，我的爸妈或许这辈子都不会是我的依靠，他们从心底里
也不信我能有所成。就是如此，我才更要努力呀，因为我的人生只有靠我自己。我想考研，于是注册了南中大论坛的账号。那时候论坛很火，我在里面查资料、提问题，认识了周想，他是南中大的博士。那会智能机兴起，微信也冒了头。我买了智能机，申请了微信，第一个好友就是他。他思路清晰，情绪稳定，人善良热情。我们会聊很多经典的电影、新出的歌、某一道解不开的困惑，偶尔还会聊一聊哲学。2个月后，我要去他学校附近给客户送之前订购的茶叶。他问我要不要顺便见一面。那天天气很好，4月底的风吹在脸上，是热的。他大概1.73米，白白瘦瘦的，穿着格子衬衫、休闲裤，背着书包，站在一棵大香樟树下等我。小说里的主角都是俊男美女，可生活中哪有那么多帅哥靓妹？普通平凡的男女也照样会遇到爱情啊。我看着他的格子衬衫笑，果然理工男的标配。他显得有些紧张，挠挠头，不好看呢。这是我昨天新买的，头发也是刚理的，挺好的。我身上都是旧衣服，早知道应该也买新的。他连连摆手，双眸亮亮的，不用不用，这样也很好看的。普通人的恋爱之旅就是很普通，没什么绿茶小三狗血撕逼。我们一起吃饭、爬山、压马路、看电影。5月中旬，我们一起去看《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》。电影结束时，影院一片哭声，只有我有些茫然和失落。我很难共情，或许因为没人爱过我，我也没爱过别人。我的青春是空白的。周翔转过头看我，突然牵住我的手，他的声音在抖：你的青春还没结束，让我填满它，做我女朋友好吗？他的手心全是汗。我答应了。出了电影院，他跟我说：你不知道我刚才多害怕你会拒绝我，你是南中大的博士，比我优秀这么多，怎么会害怕我拒绝？不，我觉得你比我更优秀，我很怕你嫌弃我，怕我配不上你。那时我差点哭了。原来纵使再平凡，这世上也总有一个人觉得你独一无二，觉得需要点起脚才能够得到你。周翔给我找到了全套中南大的专业书、历年真题、考研对应的专业书籍。我一个二本生，想要考排名如此靠前的学校和专业，就必须笨鸟先飞。现在回想，那时到底年轻，精力充沛，每天那么忙，还能抽出时间谈恋爱。到了大3下学期，时间更紧迫了。在工作和考研之间，我必须做出选择。我所在的茶馆其实隶属于一家大型的茶厂，而这家公司接下来要开拓海外市场。因为我学的是英文专业，又懂茶，正好对口。经理的意思是希望我能加入这个团队，一旦做出成绩，那我就是开疆拓土的功臣。然而那时考研迫在眉睫，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周想支持我考研，如果你参加了工作，以后就没有这么大块的时间和环境来备考，也失去了应届生的优势。他在早秋的野菊里牵住我的手，生活费的事你别怕，我可以每个月给你转1500。说着他就拿出手机。我拒绝了他，我暂时还有存款，等不够了再找你。其实我想考研也有他的因素，他一个名校博士，而我只是个普通的二本生，而且他家境很不错。有次他妈给他5000生活费，我以为是1学期，他说是1个月。我想努力缩小我们之间的差距。高考大家拼的是聪明和努力，而那时考研不像现在这么卷，聪明是其次，
努力、坚持、抵制诱惑反而更为重要。得知我要考研，爸妈都很反对。考研又是3年，我跟你爸爸年纪大了，你一直不聪明，现在辞职考研，钱赚不到，到时候又考不上，两头都捞不着。你去读研，那你妹妹到时候大学学费、生活费怎么办呢？但我不是那个17、18岁要依仗他们鼻息的小姑娘了。妹妹也表态，学费她可以贷款。爸妈不得不让步。备战考研的那1年，除了周想和妹妹，我几乎断绝了社交。想到以后我们3个或许能在一个学校读书，我就满满都是动力。我就像是一块海绵，拼命的吸水，等待着有一天站上命运的天平。那一天总算是来了。那年冬天特别冷，早上起来地面都上了冻。可是考研那2天却难得出了太阳，照在人身上暖融融的。我前3场考得不错，周想在考场外等我，我们准备一起去吃个饭。就在这时，我手机响了，是妈妈打来的。我犹豫了几秒，接起后那边传来她惊慌失措的声音：你爸爸在别人家喝酒，回来的时候摔倒了，满脑袋都是血。夏，我要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办？有那么一瞬，我曾想过，我应该关机的，只差最后一场了。我前面发挥的都不错，如果我不接这个电话，顺利考完，我的人生轨迹或许全然不同吧。可人生没有如果。周想陪着我匆匆赶去医院，爸爸酒后中风了，保住了性命，但口齿含糊，走路不如之前利索，更别说赚钱了。他躺在床上，不敢直视我。夏，都是地太滑了，妈妈期期爱爱，你妹妹高3了，就别让她知道了，免得分心。夏，你爸以后都没法赚钱了，你这研究生别考了吧，你要是去读研，家里以后咋办？秋咋办呢？我一再告诉自己冷静，可实在控制不住，崩溃大吼：我跟你们说过我这2天考试，为什么还要去喝酒？为什么你们眼里从来都看不到我？为什么我一直是被牺牲的那一个？哪怕一次，你们为我想想，你们也重视我，不可以吗？你们知不知道我准备了1年多？你们知不知道我熬了多少夜，做了多少题，吃了多少苦啊？我不求你们能顶我一把，至少别一直拖我后腿，至少别一遍告诉我，你永远是被放弃的那个。爸爸妈妈深深埋着头，我看到他们头顶丛生的白发，悲凉层层翻涌上来。或许这就是我的命吧。我一路跑出了医院，周想追出来，在一棵光秃秃的树下找到我，他轻轻抱住我，拍着我的后背：没关系的，你还有我，在我这里，你永远是最重要的。我反身抱住他，嚎啕大哭。那个冬天，那棵枯树下，我仿佛将我过去20多年所受的委屈全部都哭了出来。周想抱着我，轻轻说：对不起，我以前都不知道，夏原来吃了那么多苦，才长成现在独立坚强的样子。我不曾与他说过太多过往，苦难有什么值得歌颂的呢？如果可以选择，我也想当个被宠爱的小公主呀。我再度回到病房时，妈妈说：不然你明年再考一次，我可以去刷盘子，1个月也能赚2000块。妹妹还是得知了这个消息，她跟我说：姐，我上了大学可以拿奖学金，也可以做兼职，你专心备战，你的生活费我来出。妈妈动了下嘴唇，欲言又止。算了，不考了，考研就像是打仗，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我的气已经泄了，如今提不起来了。爸爸买的是农村合作医疗，我记得当时每个人是交100多，
爸妈在我规劝下都买了，当时大娘还讥讽说瞎花钱，可如今派上用场了。农合是要自己先支付医药费，之后再报销。我当时身上的钱不够，周想帮我出了1万多。过年期间报销下来了，爸妈都没吭声。在我询问之下，支支吾吾地说，这马上过年了，到处都要用钱，这报销的钱，我跟你爸的意思，至少要把周想的钱还上。我妈讷讷道，他是你男朋友，给你爸花点钱也是应该的吧。我气得脑瓜子嗡嗡嗡，你也知道只是男朋友，15000不是150。妈妈，如果我拿了这笔钱，以后我怎么在他面前抬起头？我放了狠话，你要是不把这钱给我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再给你们1分钱。妈妈最后把钱拿出来了。夜里薄薄的门板挡不住他低低的啜泣声。你以后赚不到钱，我还得伺候你。秋秋马上上大学，家里一点进账都没有。我不是想着拿点钱在手上安心吗？我也知道他不容易，可他年轻有本事，我们却是老了。爸爸沉默许久，含糊地说，是我不该喝酒，把下的前程给断了。我真是该死，这就是现实里的父母吧。他们有很多槽点，很多坏处，可他们又把你养大，又给予了你一点爱，让你无法深爱他们，却也不能一刀两断。我读了那么多书，可是没有哪一本能教会我该怎么处理与父母的关系。室友和同学知道我的遭遇，都很是惋惜。可我还有事情要做，一是毕业论文，二是过完年还有专8的考试要考，三是找工作。原本我是放弃了专8，专心备战考研的，如今却是得捡起来。周想劝我，不然你就放松放松。他担心我精神出问题。没事的，我笑了笑，我这个人闲不下来，而且你当初喜欢我，不就是因为我很努力？可我现在心疼你，希望你轻松一点。可我那么寻常啊，如果不努力，可能随时都会滑下去，泯然于众人。我信他此刻所言全是真心，可1年后、5年后、10年后，他还会如此想吗？考完专8，我开始找工作，2本学历，又错过了之前的校招，想要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，千难万难。很多同学签的工作，工资也就2500左右，3000的都极少见。我思来想去，联系了之前的茶楼经理，他果然主动问我想不想回去，可以给我茶艺培训师的岗位，3200的基本工资，外加销售提成。这个茶厂规模不小，还是有往上晋升的空间的。我如今口袋空空，不能挑3拣4。这1年，周翔也博士毕业了，他签了一家大厂，年薪50加。这就是知识的力量吧？知识可以有效转化为金钱。我大学毕业，妹妹参加了高考，她当初听了我的建议，选的是理科，那1年一本线522，她总分是664分。分数出来时，妈妈哭成了泪人。以后我真的能挺直腰杆做人了，看谁还说我生不出儿子，他们的儿子有我女儿有出息不？爸爸也很激动。我得好好活着，以后享我女儿的福。这几年，二堂哥也结婚了，再度掏空了大娘的家底，2个嫂子都不是省心的主，前后脚又有了身孕。大娘伺候这个，就冷落了那个，日子简直水深火热。反观爸妈就没有这样的烦恼。报学校时，爸妈一再表示不希望妹妹走得太远。后来周想带着她在南中大转了一圈，最后报了他们的王牌专业。录取通知书下来后，爸妈在村里办了酒席，搭了好几个拱门，还请了唱戏的来表演，恨不得昭告全世界这一大喜事。
妹妹确实比我当初考得好，所以他们开心是应该的。妈妈解释着，不办酒的话，送出去的人情收不回来了。等你跟小周结婚，也给你办酒，收的礼金够出妹妹的学费，妈妈还另外给了她2000的生活费。茵茵叮嘱，到了学校，该花的钱还是要花，别被同学看不起，钱不够了就给妈妈发微信，还是会失落，但我已经习以为常了。而且我现在已经不期盼他们的爱了，因为这世上总有人会一心一意爱我。周想的师兄就是妹妹如今院系的老师，他带着我们跟师兄一起吃饭，介绍了妹妹。妹妹因此以本科生的身份就能参与到一些项目中，也发表了论文，这对她以后的发展必然是大有好处。周想刚入职，忙得像狗，我反而比从前要闲很多。我补看了很多以前没追的剧，来不及看的书，如此1个多月，竟觉得空虚无聊。这天是我生日，周想带我出去吃饭，送了我一条蒲公英项链。夏夏，我觉得你就像蒲公英。我妈撒着项链，是啊，普普通通嘛，不管风暴干旱，沃土亦或悬崖，它都能存活，它永远不死。他牵住我的手，夏夏，不如你再试试考研吧，你已经有了基础，应该没那么难。江心考到了梦想专业的研究生。他给我发微信祝我生日快乐时也说，夏夏，再试试吧，我相信你可以做到的，闲着也是闲着。我便再试了。爸妈还是不太同意的，他们只催我快点结婚，让我不要错过周想这样的好男人。我一回老家，大娘就会说，嫁个好男人才是最重要的。小周这样的男人，你是祖坟冒青烟才碰到，可得趁着他眼瞎的时候抓点紧。无数个靠咖啡续命的日夜，我看着窗外长明的路灯，这个城市越来越繁华，它似乎包容一切，可其实若我这样的人不倾尽全力，永远也无法真正融入它。那年12月，我再度走上考场，这一次我把手机关机了，任何人都无法阻止我前进的脚步。出笔试成绩那天是正月12，大娘给三宝安排了相亲，然而对方姑娘根本瞧不上。我用手机输入准考证号，查询到了自己的成绩，总分439。我报考的专业一共招150人，我排第3。我给周想发微信，他给我回了段语音，夏夏，我就知道你可以。他听上去比我还欢喜，你是我的骄傲。导师我1年多前便联系过，当时没有参加最后一场考试，我也跟他说明了原因。如今面试再见，他随意问了几个问题，然后就道，这学生1年多前就联系我了，因为家庭原因耽误了，没想到今年能再见。这话里的意思很明显，他看上我了，其他人不要抢。导师也是之前周想多番打听过的，学术能力强，项目多，且不压榨学生。录取通知书一下来，周想就带我回去见他父母。有些事不能深思，为什么偏偏是考研后呢？周想家比我预想的还要有钱，他家开了几家大超市，如今家业是哥哥在管，但周想也有股份，年底有分红。他爸妈对我挺有礼貌的，但看得出不太喜欢我。我爸妈催着我们结婚，周想爸妈却说，郑夏夏才刚考上研究生，结婚这件事不用急的，导师的项目多，研究生期间我很忙。导师爱喝茶，知道我是高级茶艺师后，简直如获至宝，经常要我给他泡茶，每个月给我的补助也增加不少。我当了学生会主席，发了几篇分量不错的论文。导师带着我去参加各种会，席间跟大佬们一起吃饭。
他总是会略带炫耀地说，我这个学生可不只会搞学术，他还是个高级茶艺师，少不得总是要表演一下茶艺。那时茶艺师就真的是茶艺师，跟绿茶无关的。导师得意洋洋，你们要是去茶楼喝茶，光这手艺就得值上千，今天算我请客，自然引来一片艳羡吹捧之声。导师把我当半个女儿看，总是夸我，我这么好的学生，便宜小周那臭小子了，你们要是哪天分了，你就给我当儿媳妇。嗨，他儿子才大一，亏他说得出口。其实这就是我想要的父母，哪怕我普普通通，可是在他眼里也是世间至宝，天王老子都配不上。或许是老天爷也可怜我，所以用导师来弥补我这一份缺憾吧。有次跟周想爸妈在外吃饭，正好碰到导师，他狠狠夸了我一番，而且还偷偷帮我们买了单。也就是从那天开始，他爸妈对我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。进入研三，校招开始，我也要找工作了。这天导师看到了我的简历，他不高兴了。你要找工作，为什么不问问我？要自己跟无头苍蝇似的乱撞。他给我推荐了一家国内龙头的重工企业，当然还是要面试的。我面的岗位是高级商务经理，主要负责翻译接待外宾客户，协助敲定合作事宜。当时参与中面的有10个，还有2个是海归。我这个985的硕士真是不值一提。然而面试时，主面官看着如此眼熟，他翻看我的简历，问：你以前是不是在龙润茶楼上班？我想起来了，以前他总是会带外国客户去茶楼品茶，一般都有翻译，可品茶涉及很多专业术语，翻译并不熟悉，所以有时候我会帮忙。那可是免费纯正的外教，我巴不得能多聊几句。面试氛围全程很好，很快我就收到了 offer， 综合年薪30万，跟周想自然不能比，可回想那时大学毕业，我找工作到处碰壁，真是今非昔比。工作敲定后，周想妈妈开始着急了，你们年纪都不小了，结婚生孩子这个事得抓点紧了呀，你看婚姻就是这样，只有你握有足够的筹码，才能得到重视与尊重。妹妹这年大3，原本是要考研究生的，我跟周想都已经帮她规划好了，可她突然就不想考了。我反复追问，才得知她谈了个男朋友，比她大3岁，是个大专毕业生，现在在做销售。她男朋友急着结婚，我当时脑子都炸了。见过她男友之后，我更是觉得油嘴滑舌不靠谱。老天爷给你这聪明的脑袋，你全用来长恋爱脑了吗？你辛辛苦苦考大学，是为了一毕业就结婚吗？他为什么阻止你考研究生？他就是怕你们学历差太大，他配不上你。秋秋，他跟你不是一路人，我们当时都上了头。秋秋也怒了，你那会普通本科，姐夫是博士，他也没嫌弃你啊。阿松说的对，姐你管得太多了，我不是3岁小孩了，我的人生我可以自己负责。那一瞬，悲凉席卷了我，我一直为他谋划，希望他少走弯路，最后变成管得太多。秋秋也察觉自己过了，低声致歉，对不起，姐，他真的对我很好，网友们都说尊重祝福，可她是我唯一的妹妹，我真的要眼睁睁看着她的人生滑下去吗？那段时间我跟妹妹的关系剑拔弩张，全靠周想在其中斡旋，才不至于闹掰。爸妈也很急，他们毫无办法，只要我多劝劝妹妹。就这样持续到了10月底，有天秋秋突然给我打电话，姐，我跟他分了，我们吵得厉害。秋秋到底有点动摇，那个男朋友于是想了一个招，把避孕套扎了洞，
想让妹妹意外怀孕。如此一来，婚事板上钉钉。幸好妹妹的恋爱脑不严重，那天晚上她抱着我嚎啕大哭。第二天晨光熹微，她问姐，我现在准备考试，还来得及吗？当然，工作2年后，恰逢公司大调动，我破格升了副科。在双方父母的催促下，我跟周想办了盛大的婚礼，家族里的亲戚们都来了，婆婆给足了我面子，改口费给了10万，又当着满场宾客夸我。大娘嫉妒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，还问服务员能不能打包1只大龙虾。爸爸腿脚和口齿恢复的都不错，把我送到周想手里时红了眼。夏一路长大不容易，你可要好好对他。妈妈离开时拉着我的手啜泣。爸妈以前偏心，那也是不得已，家里没那个条件，你别怪我们，父母的爱其实也是会变的。孩子成年以后，他们似乎会更喜欢有出息的那个孩子。爸妈开始经常给我发微信，天冷了要我多穿衣，天热了怕我中暑，做许多我喜欢的酱菜，每次回家都塞满我的后备箱。反而对妹妹没有之前那么上心了。爸妈还会给我发微信，抱怨我总是不跟他们联系，很少打电话回家。很多在外的孩子都会恋家，因为他们在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的爱里长大，家人永远握着他们身上的那根线。可我不是啊，我总是被放弃，永远排在末位。你们没有给过我浓烈盛大的爱，又怎么苛求我眷恋你们呢？公婆对我尚可，周想待我尤其好。这世上我有了全意爱我之人，我长大了，我不那么需要父母的爱了。我看开了，又无法断绝关系，只能与幼年的自己和解。他们给了我生命，给我一点点爱，那我也回馈他们一点点爱吧。我素来不喜亏欠。一场暴雨后，老房子塌了，好在我县城买的140平的房子恰好交房了。那房子位置不错，500米外就是医院，过条马路就是文化广场，附近有2个大超市。爸妈嘴里说着还是住乡下方便，心里乐开了花。人人都夸他们有福气，生了2个这么聪明能干的女儿。大娘还打主意，想让爸妈把房子借给堂弟结婚。他这几年被孙子搓磨，老得特别快，再没有以前跟我对骂的精气神了。好在不消我多说，爸妈这次拒绝了。时代不一样了，大家观念开始渐渐变化，发现儿子多不再是值得四处炫耀的好事。儿子多就意味着要辛劳一辈子。其实生儿子或是女儿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好好爱他们，给孩子足够的爱，教他们如何做人做事。等孩子长大了，自然会回馈爱与孝顺。但这个道理，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才会明白吧。生而普通又缺爱的我们，该如何才能不滑入泥泞？我想，唯有珍重自己，唯有不断努力，永不放弃，唯有咬紧牙关，挺过去，挺过狂风暴雨，就算看不到彩虹，回首过去，我们也能笑着说，我尽力了，我没有辜负每一寸青春。